好。
这病不要紧，数日之后迎奉太尉寿诞，神奉喜事精神上，太尉寿诞一过，保为延期，心旷神怡呀！哦，喏，此乃匠心所起，佳节佳兆。小心失去小人家客。恩师，这牙香可以不用了吧？用来吩咐当教侍候。是。画得好，还是画得好啊！画得像，是画得像。哎，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哦。哎，我说是画得十分像啊！得了这样一回事，画寺院的小子，真是福分可浅哦。哪里来的什么福分哦？不惜是王邦提出三月度，一见他头爱陆真香，恩师啊，你英俊中。佳音真乃是画饼怎能充剧场？燕妻娘好风来是风在上，青云一路中门上。你与他有情人终能成眷属。你无需教草不用此经是好风雨林中梦长，只怕他做了高官，把酒有进当。我为他戎马空中长华年，我为他画玻璃身上年长，我一片真心替天将，他无动于衷
江，神色本具是盘虎，一旦遇无要夫郎，奸人必是我真相。在那杀人的刺激，你不是才有因，万不得已你才有错。更何况你我两家功劳大，破局反胜不娘他啥真要将你裁，空外奈我不知赴汤与刀虎敌军啊，倘若是反胜此关刘家女，你叫我是我去得福，大臣安静将我问，求我有你再出头，你啥再把世界渡，你不申诉我申诉，你啥再不负其身，我定当你负情挂一句。
难上。哦，你看他寸步清澈，名似经，想必他一的心思早知晓。哦，你看他柔眉淡扫，滋味上，想必他心中定有好字。